好，喺毒品調查科培訓入邊，我學到毒品嘅分類、相關嘅法律刑責，以及青少年常見嘅吸毒種類。最難忘嘅係我有機會聞到仿真毒品嘅氣味，嗰股刺鼻難聞嘅氣味簡直令我打晒冷震。另外，我仲了解到青少年唔同嘅吸毒原因，例如情緒問題，或者只係一時好奇，但更多係受朋輩嘅影響。吸毒唔單止係犯法行為，仲會對身體造成永久嘅損害，所以一啖都唔好試啊！我希望多啲向朋友宣傳禁毒知識，避免毒品繼續危害我哋呢一代。另外，完成咗一連串嘅培訓之後，我發現朋輩之間嘅影響力真係好大㗎，好多社會問題，好似吸毒、洗黑錢，甚至網絡罪行等，都係同損友嘅影響有直接關係。所以正如 Mrs. Ballywang 教我哋培育正確嘅公民意識同價值觀，真係非常重要，可以幫助我哋面對誘惑嘅時候保持理性，唔容易受人牽引而誤入歧途。我好感謝愛比斯慈善教育基金舉辦今次嘅選拔賽，令我得到寶貴嘅學習經歷，更加激發咗我嘅使命感。我一定會以身作則，時刻關注社會動態，積極宣傳所學，期望我可以成為一位對社會有正面影響力嘅公民教育專員。多謝。